尋晚咧就 TVB 中年好聲音4又開始做啦。咁呢個節目咧都已經做咗幾年啦。咁點解會咁受歡迎咧？我相信最主要原因就節目質素好啦。咁亦都有好多人希望追夢啦，所以就如果質素好嘅節目好咧，咁佢一定會好受歡迎，所以長做長有嘅。咁講返自己保安呢行啦，保安呢行咧雖然就係時間長，人工低啊，好多人做，但係如果你工作表現好咧，有經驗咧，相信呢行咧就會長做長有咧，你都唔會怕嗰啲外勞啊或者機械人啊可以取代你嘅工作，只要你係真係俾心機做，所有公司都會歡迎你哋去加入。所以咧就做嘢咧最緊係用心去做，自然會得到應該嘅回報咧。OK。